政府的總預算到底什麼時陣才會審過咧？行政院長啊，再一次呼籲立法院要趕緊在審這案。對於這款的要求，立法院長韓國瑜伊就回應啊，伊講調野目前應該各退一步啦，啊若無安尼擱卡落去啊，可能擱會前時間，唔知當時才會將這個預算來到審過啊。我這裡要再特別的請求立法院速審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。行政院長杜英泰擱再向立法院發話，看總預算已經卡超過7個月，杜英泰希望立法院趕緊審查。立法院長韓國瑜也甲副院長江啟臣共同發文章，講袂當互國家陷入危險甲不安。立法院3讀法律案，行政院應該依法附屬並且執行。立法院根據憲法的義務，也應該趕緊審議總預算甲特別預算，希望調野攏退一步。我們尊敬而且尊重韓國瑜院長的發言，朝野和諧才能促進國家的發展。不該用總預算要挾行政院附屬違憲的法案，請立即審理總預算才是全民的期待。民眾黨團同款肯定韓國瑜的用心，也希望執政黨以重新為念，賣個暢數。剛當時另外一項預算軍購特別條例。原定4月初9黨團協商，不過國民黨向發函，要求將協商延後到4月15或者是10日，因為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要去中國見習近平，向改動時間特別敏感。不要因為鄭麗文訪中而去改變我們既有的這一個行程。那如果把這樣的節奏再次把它破壞掉，或者是跟這個訪中的鄭麗文訪中的行程掛鈎的話，那我覺得這會非常遺憾。知道現在在冷凍期嘛，那如果冷凍期應該可以啟動，應該是4月底以後了吧？朝野應該要大家要有共識啊，互退一步。不要每一天放話，每一天攻擊。國民黨團暫時無回應，連贏有嘴講甲無爛，希望一旦互那贏，回心轉意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